這幾天，台南的好大雨已經造成民眾怨聲四起。在昆山科技大學周邊道路再次變成水樂園。對此，除了立委陳廷輝24號趁雨棚先甲國土署、水利署會勘，建議具體治水方案並爭取經費以外，25號下晡，總統賴清德嘛專程南下關心。面對外界節責備，伊表示千萬唔通因為單處的飲水，否定中央甲地方水利單位長期治水的努力。我莫拉克颱風的時候，台南市的淹水面積有5萬多公頃。那這一次呢，我們累積雨量並沒有比莫拉克颱風來得少，但是呢，我們淹水的面積已經縮小到400多公頃。換句話說，兩相比較，我們淹水面積減少了99%，這個就是我們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也希望台灣社會都可以看得見，每一個水利工程人員或是每一個地方政府都非常用心珍惜這些難得的資源，在做水利建設，在做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工作啊！敬請大家多支持、多指教，但是少批評啊！總統在聽出水利署、水利局的簡報以後，嘛肯定市府這次甲昆山科技大學合作的治水案，將全力支持完成。學校昨天提出一個很好的方案，就是說他們願意把校園內的這個停車場能夠捐出來，讓成為這個抽水站跟這個滯洪池的用地空間。那這樣子，我會盡快的把這個包括滯洪池跟抽水站的計劃趕快提出來。那總經費大概是3.5億，那加上這個地下這個引道哈，地下引道下水道的部分1.5億，加起來是5億元。我必須說，如果沒有賴市長，沒有黃市長，當時候用所有的經費，用所有的力量來做治水，我相信依照現在的及時雨，跟大家報告，絕對是水鄉澤國。面對極端氣候衝擊，這禮拜還有風台來襲的考驗，總統特別南下關心，認為淹水面積甲受災範圍已經縮小，證明過去的治水建設確實有發揮功能。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